小姐，请坐。你好，我妹最近上高兴，我爱盘相关手续，请接爱。我需要nhà妹嘅户口名簿，留死亡證明書。好，要帶你去架留nhà妹嘅身份證留人了麼？全彩禮本你愛申請幾多份？出付複習成本？2份。2份那麼？建議多申請幾份，後續一到嘗試都會用到。我申請6份。好，請等一下。請問你哋，我撒下來係愛求國費扣麼？也沒有留乜解財產麼？我沒有留日地體，我這係我求盤分割記性。好，我建議你愛先求提進事務所量提示成本，將嗰度國費扣申報遺產費，接等愛求會見基金處，查驗有欠納提價費留服務費麼？最尾將求提進事務所辦理分割記性登記，很複雜喎，聽起來真複雜。不過其實是愛資料準備齊全，早點嘗試辦理，上禮拜就做得辦理好。我哋咧6份成本總共90元，你係出付複習成本總共6份，請你點一下。好，冇唔錯，按樣就辦理好咧。好。什麼你？